戴咗貴妃鈪就有貴妃名？貴妃鈪、叮當鈪係咩意思？錢錢又要做知識分享啦，記唔住嘅點讚收藏住先。其實貴妃鈪係一個正裝手鈪嘅橢圓形版，戴上去嘅時候同手型相近，所以同人體更加之服帖，好適合手好小巧、比較柔軟嘅小手佩戴。相傳楊貴妃佢就好中意戴貴妃鈪，後人呢就將呢種橢圓形嘅手鈪就叫做貴妃手鈪，但係並唔係貴妃中意貴妃鈪就貴。行內人講嘅小手執大流，因為用料相對少啲，所以咧佢嘅定價亦都會低啲。呢個亦係小手姐姐嘅福音。呢一個就叫叮當手鈪，佢咁細條，係咪就唔值錢呢？因為佢個闊度比較細，只有幾毫米，兩隻佩戴嘅時候更加好睇。當我哋帶住兩隻行路起身嘅時候，佢就叮叮當當咁響，於是乎佢就叫咗叮當鈪。但係因為佢太窄啦，係好容易碎嘅。我哋一般行家都唔會攞太高嘅料去做叮當手鈪，大部分都係取一啲邊角料啊或者烏雞料去做嘅，相對嚟講佢嘅價值唔會太高。當然啦，有啲人係好中意叮當手鈪，佢自己去選擇一啲高冰種啊或者係高冰飄花去定製，咁就見仁見智啦。因為粉絲問到有咩最好嘅版型推薦，錢錢第一個推薦一定係圓條，寓意住事業生活都圓圓滿滿，佢亦都係我哋喺做手鈪當中最好料嘅。第二種就平安鈪，即係正裝手鈪，佢呢就係喺圓條嘅基礎上將內圈磨平，令到佢更加貼手，而佢外圈呢仍然保持圓條嘅大氣，好適合日常佩戴。話又講翻轉頭，並唔係話圓條正圈手鈪就一定就叫好，因為睇翡翠手鈪最重要仍然都係種水色。仲有錢錢一直強調嘅就係親自戴上手嘅感覺。好啦，大家晒你嘅手鈪係咩條型？喺評論區發俾大家睇睇。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